咁就今日11月29號啦，更新翻就院舍嘅情況啦。咁就講翻大埔區，咁就安老院舍就着感覺今次呢個事情佢哋嘅特別措施啦。11月29號啦，更新翻就院舍嘅情況啦。咁我順住讀啦。係啊，大埔區咁就國內祈福安老呢個老人公寓提供2個月嘅入住啦，對受影響嘅人士。大埔愛群護理院係啦，咁就入住就開頭雜費嗰啲都唔使擔心啦。另外就個別嘅人士特別處理啦。民愛護老院首月按金啊嗰啲都唔需要擔心啦。咁聯絡人阿施先生啦。個別嘅人士特別處理啦。民愛護老院首月按金。大埔富景護理院受影響人士啦，就免費短期入住嘅。咁就聯絡就係阿葉姑娘啦。大埔富景護理院受影響人士啦，就免費短期入住嘅。大埔富嘉護理院，咁就聯絡就係阿葉姑娘啦。咁就首月呢個就按金啊雜費嗰啲就唔使擔心啦，係啦。咁就按特別需要再提供協助啦。聯絡人就係阿羅姑娘。大埔區康景護老院，入住嘅時豁免行政費啦，個別協助啦。聯絡人陳姑娘。大埔區康景護老院，大埔驕陽護老院啦，咁就個別情況協助啦。康樂園大埔護理安老院，受影響人士免費短暫住宿。聯絡人葉姑娘。葉姑娘電話就26656100266561000。受影響人士免費短暫住宿。聯絡人大埔區嘅有福護老院，提供1個月免費入住。受影響人士。大埔區嘅有福咁就提供1個月有福護老院，聯絡人阿林姑娘啦。咁就有福護老院，聯絡人阿林姑娘啦。嘉賢大埔護理院，咁就依特別情況去協助啦。聯絡人阿梁姑娘。養和護老院，受影響人士1個月免費短暫住宿。聯絡人鄧姑娘。咁啊，電話係26547233。咁之後我哋都會將啲資料公佈喺一個網站平台上面啦，咁大家可以容易啲睇資料啦。咁另外就留意翻啦，好多院舍個床位，如果係好似見到畫面緊張嘅燈喺度閃下咧，咁啊代表床位通常都唔過10個位㗎啦。咁有需要就直接盡快聯絡院舍啦。咁好多間院舍都係提供呢個積極嘅幫助嘅，咁希望幫助到大家啦。有需要就直接盡快聯絡院舍啦。咁好多間院舍都係提供呢個